放养书看客家戏腔20年，吴镇迪阿弟姑，佢细细时节啦，就因为路边花先演演的时间先到嘅佢就开始佢嘅演员嘅人生。不管係大演员、小演员、主角，同埋配角，佢都做得清好。佢當年也得過田中獎。佢本年阿弟姑講佢嘅戲劇人生。阿姊，那個圖都係蠻花好，郭老師你喺屋企冇去參嚟咧，我喺家就會花啦。唔知你會幫我，也放唔出乜個東西。走啦，先讓愛茶葉，等等上都會放乜個章講哈。走啦。有一次，愛先生就同我講，給啲天師黨紅看到《魯冰花》要翻拍成客家的連續劇，然後好像廣告上有寫甄選演員。那我國小老師就同我講，佢講，按好表演，然後在學校唔要參加同多那個比賽啊、表演啊，去試看啊。阿姊，你今年冬天做啲參加冇？有來，從本意看動畫圖，精神暗好，因為根本就會參加，做唔得按樣啊。那個時候我才9歲吧，我讀到心態嘅困難，就會我唔會教。但魯冰花那個古阿米那個角色有很多感人的東西，需要掉眼淚，那怎麼辦？就是我就是不會哭啊。然後那時候也是化妝師在拍的時候，大家都知道，在拍的時候他就是會來捏我，然後就捏我的臉，我就哭，然後好，然後我只是告訴自己，我現在有眼淚了，那我要把我應該要怎麼做的東西拉回來，然後就做。阿米。你真記唔是希老先生講一聲最費哦。我冇去參加，我永遠都冇去參加啦。到現在回想起來，還是好像吃到今後告啊，就是那個時候我就是很單純的，我要把我應該要做的事情做好。那你不會想說怎麼樣拍戲？不過副卡就從阿演的啊，漢爸很勇敢死了。哎呦，唔怕啦。漢爸又不卡有錢呢，找買個配得煮一本藥好冇？好啦，我會來賺呢。好，對我來講，先 T P 嘅很黑圓吧，因為演尚維哥小時候，那因為 T 拜泡古裝戲啊，然後每天一大早起來要刮頭啊，那個印象非常非常深刻。然後其實嗰時嘅很係冇乜了解拍戲表演，算係乜嘅，演很多小時候主角的小時候，或者是怎麼樣的兒子啊，那我都是用那樣的方式來表演。那因為都是很困苦、很辛苦，然後很窮的家庭長大的小孩，就是那個樣子，一直到古風少年。黑壓壓的叢林，豎立在冰河的兩岸。不久前的一陣大風，已經將樹上的冰雪一掠而去。現在，它們依偎在沉沉暮靄之中，抑鬱寡歡。但是這出戲20集，整整20集都是我這個角色劉飛倫，佢喺從頭都迷，然後在一個國中學校的一個故事。對，然後那個時候，哪個角色他 TPA 給我共同頭髮，可是他的場次非常多，因為我有點像是帶着觀眾去看所有學生他們發生的事情。是的。我嘛較小啊，啊，用來啊！
去啊，无对啦。哎呦，落去啦！啊，你讲我做做嘛干？去啦去啦！好看。就是有家暴啊，然后有师生恋啊等等的，然后霸凌啊等等，都是带着观众，就是透过我的眼睛去看这些事情。对，该时间还没吃到客家天师台新胎蛋。新徳さん、絵がどんどん上手くなってるね。お前こそ本当の宝だ。東京定点に出せるんじゃないか。まさかそれほどでも。おたみさん、どうぞ。お。呀，所以主要就是从赖和先生他写的一篇好几篇的故事，然后编剧把它凑在一起。但最原本可能不是这样的想法，可能最后它是这样的呈现。然后我的角色你知道请得惨，那主要是赖和先生他有一篇作品叫做《一杆秤仔》，然后它里面的主角就是叫德参请得惨。那我们的戏剧《青主妖黑拱请得惨》，他这样的主角比较少，主角是用这种他的身份有点是在灰色地带。他不是特别的好人，但他也不是特别的坏人，他就是透过一些方式、一些投机取巧的方式去生活。因为在那个日据时代的时候，农民还是非常辛苦的，而且有很多日本人嘛。那他对我来说，该死也该的构色、清困难跟黑，他有很多事件的发生，但你要从每个事件发生之后，有做一些转变。真有成功。就要意思是甲意思是甲松树，较3万条诶，3万兵，我是听你后背，饮你的是谁嘿？才是啊！我在听歌啊！好诶。碰客家天师台嘅戏剧，其实算到也还没10多年呢。然后对于金钱比较多的戏剧是讲客家乡村的故事。然后客家人群腔大标，到现在我们有各种类型，各种不一样，是我们以前可能没想过，让那些客家天师台会播出的戏剧，就是更大胆的、更开放的去做一些戏剧。唔但像那对客家乡亲看到呀天师，就你会有不一样的视觉，你会有不一样的想法。那对我来演也没黑暗的。